號稱全港最旺風水豪宅地嘅比華利山，睇晒成個吐露港同荃灣海景，一班藝人睇中嗰度私隱度高、尺價平兼面積大，湧晒去嗰度喜愛巢。就喺呢個名人雲集嘅山頭入面，有個叫比華利山獅子會嘅組織，入面人多勢眾，呢班嚟自各界嘅專業人士話要一齊支援老弱同埋醫療發展，好正氣。咁其實好多小朋友都需要關注嘅，咁所以我哋個團體有見及此咧，都希望由我哋啲志願嘅機構自己發起先，咁希望咧都可以感染到政府多啲，都支持一齊可能合作搞一啲協辦嘅活動啦。呢位講嘢有文有路，留住一把秀髮，個碌好潮嘅，就係獅子會嘅龍頭黎偉業。佢並唔係一個髮型師，佢話自己喺比華利山有3個別墅，名下有140間公司，有7間上咗市，出入坐超級跑車，有4個保鏢。又話自己係政協，有醫學總監，有博士又成20個頭銜，好犀利咁款。起初冇去特別去懷疑佢，就係因為佢都大家都似好似同靚咁樣。獅子會亦都係令到有啲朋友會冇放低個戒心，因為獅子會係一個好信譽良好嘅服務慈善組織嚟嘅，好多朋友都認識佢啦，咁都話佢係做慈善好付出嘅，覺得黎山係信得過嘅。起初門面嘢 over 咗100分，原因就係黎先生好識講理念，係為年輕一代啊，為社會啊，為唔同，即係好偉大啊個理想。佢用一個正義感去推介佢個人同埋佢所做嘅一切，信佢嗱，搞笑啲講句，你就得救啦。Josh 2年前經朋友介紹之下認識黎偉業，見佢成日上報紙，又搞好多慈善活動，所以用120萬投資佢旗下嘅比華利山醫學研究基金會，啲錢用嚟研發醫療技術。基金每個月會向佢發放14000蚊利息，為期2年。即係我就投資100萬啫，咁啊啲朋友嗰度就唔係一個嘅，咁啊唔止1000萬啊。總之係8位數字啦，你好似銀行嘅 saving 咁樣嘅，即係意思係我哋去嗰度儲錢擺低，咁啊有錢收，咁啊保本，有黎先生作為 guarantor 嘅，唔會睇黎山嗰啲項目嘅，但係就因為覺得佢係一個即係點睇都即係360度冇死過，點睇都似一個好人。黎先生聲稱係政協。講嘅好多項目咧，都同國家有關嘅聲稱。問到一啲位嘅時候咧，就會聲稱嘅國家嘅嘢唔方便透露太多，同埋呢啲係都算係國家機密咁嘅。咁當然啦，我哋又睇佢個牌面，好坦白講句，就冇過問太多啦。一直都話疫情啊，咁所以唔開住。咁點解唔開住？因為冇生意啊嘛。咁其實又好合乎邏輯嘅。舊年肺炎肆虐，黎偉業仲想搞一個大型 food court。舊年5月，佢向認識咗3-4年嘅 T 先生 sell 呢個 food court 大計，話會安排明星賣廣告。佢話疫情未開得住，但係已經收咗20間餐廳嘅入場費同廣告費。黎偉業話自己都投資咗2000萬，叫 T 先生玩埋一份，包佢1蚊都唔蝕，年息達20%至30%。T 生最終投放200萬，期間冇簽過任何文件，諗住佢咁大背景都唔會呃得個100-200萬咁少，所以俾錢佢之後就冇再追問過進展。直至2月尾，黎偉業冇再覆 message， 喺網上面知道佢俾人追債，先知道出事。另一個幫過黎偉業屋企裝修嘅林師傅，舊年9月幫佢間寵物醫院做室內設計，收唔到錢不特止，仲要自己揞荷包幫佢買埋儀器。個設計圖俾佢，跟住佢就話會有投資者會俾錢㗎啦，放心啦，咁樣你去做啦咁樣。跟住我收到錢之後咧，跟住就幫佢做啦。跟住做到中段嗰時咧，佢已經斷咗錢冇俾㗎啦，斷咗錢冇俾，跟住仲問我攞咗25萬。話佢去買醫療，佢話佢嗰邊要買醫療儀器，好急錢用。咁個裝修係120萬度啦，咁我損失咗，佢有50萬尾數未俾我啦。
近呢半年，黎偉業開始同身邊嘅朋友話自己爭人幾千萬，會俾人謀殺，叫人保護佢屋企人。好多人同情佢啦，亦都多咗人懷疑佢。個獅子會嘅會長咧，唔好話有10億大身家啦，2-3千萬點都有㗎啦。即係去到咁嘅地位嘅人，佢為咗2-3千萬，周圍同人喊苦喊忽，講到要生要死咧，咁我哋就會個疑心係更加大。農曆年之後 ，Josh 同其他投資者收唔到利息，聯絡黎偉業嘅時候，對方已經失蹤。我哋發現比華利山醫學研究基金會冇財務報表同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投資者唔知啲錢去咗邊。我哋去基金會喺石門京瑞廣場嘅地址，保安話佢半年前已經搬走咗。而另一個喺九龍灣嘅地址，而家係一間科技公司。公司喺7年前開張嗰陣，黎偉業有份出席開幕典禮，卡片亦都自稱自己係公司嘅教育部理事長同董事會副主席。老闆嚟嘅，但係咁可能開業嘅時候，佢有機會我哋有邀請過佢去做一個。記者就去佢任職首席技術及研發顧問嘅創新科技研究中心 office 都搬走咗。佢擔任董事副主席嘅香港創投基金會官方網站都刪埋 ，Facebook 專頁喺18年起就已經冇再更新，日前專頁仲消失埋。我哋攞到幾份比華利山醫學研究基金會同唔同投資者簽署嘅合約，投資者以月供儲蓄方式擺錢，定期收息，2年息率達28%。有投資者投資300萬，基金會承諾1年之後會派20% 利息，即係1年穩收60萬息，同埋可以攞返本金。如果投資者要做基金會委員，最少要俾100萬，申請做最低呢嘅名譽顧問，每高一級就俾多50萬入會費。如果要獲得名譽主席嘅頭銜，就要俾450萬入場費。呢班人可以出席基金會籌辦嘅醫學活動，同埋攞到證書，會喺廣大媒體登晒啲相，爭取曝光率。投資者遍佈各個階層，有嚟自深水埗嘅主婦，亦都有活躍喺市場嘅金融界人士，牽涉埋演藝界同埋政界。其中一個女士喺18年分別3次向基金會注資，總共540萬。舊年1月，佢再注資223萬，資金會投放喺電影、賽車場、日本魚市場同埋醫學中心發展。根據知情人士透露，黎偉業名下基金唔止一個，籌得嘅資金以數億計。身高1.6米嘅黎偉業原本寂寂無名，2018年起就突然出現喺各大報章，大講創業史。佢話自己唔係靠父幹，係20幾年前同朋友夾租工廈，改裝做迷你寫字樓，免費幫大學生創業。大學生喺自創產品推廣嗰陣，黎偉業就四周圍聯絡廣告商揾 sponsor， 從中賺取廣告費。當時唔夠20歲嘅佢，就成功賺到第一桶金。之後生意業務遍及醫療、娛樂、創科同電競等等。黎偉業發達之後，住比華利山，邀請唔少明星到屋企食飯，成功搭通娛樂圈天地線。之後佢又邀請班藝人到屋企錄製飲食節目，又 sponsor 慧妍雅集慈善晚會，將人脈擴大去到闊太界，風頭一時無兩。我哋發現黎偉業部住嘅3座別墅都唔係名下物業，自己亦都冇持有任何物業，佢名下淨係得4間公司，唔係佢所講嘅有140間公司，仲要有2間已經解散咗，其餘2間就係個基金會同埋獅子會。喺部住比華利山之前，佢先後部住東涌、將軍澳同旺角，一直以嚟居無定所，直至4年前，佢鎖定比華利山做發跡基地。有買家墳場之稱嘅比華利山，尺價低兼面積大，尺價平過唔少新界公屋，而家最少35000月租就可以入住2000尺3層獨立屋，有埋海景同埋明星作伴，咁抵住，難怪成為咗騙徒用嚟自抬身價嘅道具。電話就打唔通。我想問下呢排多唔多人揾佢㗎？
呢啲我哋又唔方便答你嘅。今日有冇睇新聞啦？咁你知道咩事㗎啦？嗱，其他唔講㗎啦，我嚇。係。咁啊，依家就揾唔到佢㗎啦。根據我哋視察所見，湖景道大屋天台除咗3張梳化之外，幾乎所有擺設都移走晒，所有房都閂晒窗簾。另一間外琴道大屋天台滿布雜物，雜草叢生，似乎已經閒置咗好耐。至於另一間7000尺專門招待藝人喺溫莎道嘅皇宮屋，就未見屋入面有人。以往黎偉業舉辦嘅活動，作為鄰居嘅江美儀幾乎每次都撐場，又一齊錄製節目。經理人接受我哋電話訪問話，2個人一啲都唔熟，江美儀冇參與過黎偉業嘅投資。黎偉業係有3間屋嘅，係有一間好近我哋2個嘅。我嗰陣時喺度住啦，就有人話過俾我聽，佢嗰啲係租嘅，同佢真係唔係深交，因為做嘢先知。咁其實佢做乜嘢，講真，我哋都唔知，只係覺得佢好奇怪咯。因為佢長頭髮咯，跟住就淨係話佢自己有一間屋交電費都成10萬蚊一個月咯。成日都講佢成日去日本，去嗰陣時話想開個節目去日本噶嘛，做嗰啲飲食節目。有傳鄰居謝安琪同張繼聰都俾佢呃咗1000萬，佢哋否認被騙，話冇同佢投資過。阿 K 就話自己窮，對方可能唔想呃佢錢。有知情人士同我哋透露，洪金寶曾經同黎偉業投資，係其中一個苦主。佢冇同我哋否認，唔會對呢件事作出任何回應，話多謝關心。之前住過比華利山，又同過黎偉業拍過飲食節目嘅陳豪，喺截稿前就未有回應。黎偉業同太太李詠賢有1對仔，佢曾經同傳媒透露，話當初外父外母都唔想將個女嫁俾佢，外母仲要求上黎偉業間公司參觀查證，就算見到佢哋坐名車出入有保鏢跟，外母都擔心，問佢係咪黑社會賣白粉，仲叫個女小心啲，冇諗過竟然一語成讖。但係呢位黎太都有幾個被法庭傳召嘅記錄，我哋發現佢喺11年被控殘酷對待動物，同中意動物嘅老公好唔同。而家黎太名下有9間公司，最新喺今年3月初成立一間餐飲公司。記者去佢嘅註冊地址睇，發現係一間商務中心，冇人應門。兩公婆人間蒸發，有消息話佢哋早喺2個月前着草，呢幾年集資嗰幾億，睇怕都跟埋佢哋一齊走晒啦。由創刊開始，31年都堅持敢言，開展偵查報道，創全新報道方式。首創狗仔文化，帶爆名人豪門恩仇情秘，無懼黑勢力，大揭黑社會秘聞，踢爆政府醜聞，企喺香港人一邊。由過去到現在，一週刊從來冇變，我哋都一樣堅持敢言。喺最壞嘅時間，我哋承諾會一直喺香港人身邊，陪你繼續講真話。一週刊31年，和你一路同行。